这时，咱们来恭守上帝的话，掀开圣经《申命记》第2章24节到37节。伫个台语的圣经189面，咱嘛会使看头前的投影片。对24节开始，请担恁着起来。起身过亚伦的山谷，看啦，我已经将阿摩利人、希实本王西宏甲伊的地交伫你的手头，就起手，得着伊的地去甲伊交战。对今仔日起，我要互天下万百姓听见你的名声，就惊恁。论恁，搁因为你袅喘痛苦，我就对基利别的王爷找使者去见希实本王西宏，用和平的话讲，求你容允我对你的地经过。我要行大路，无偏左，无偏右，你替我甲麦米，互我食；摕我的银，用水卖我啉，独独准我步行过去。亲像踮伫西尼的以扫的子孙，甲踮伫阿尼的摩人款待我一样。幸好我过约旦河，入耶和华阮的上帝所赏赐阮的地，总是希实王西宏毋肯互咱对伊也经过，因为耶和华你的上帝，互伊的性情固执，心硬，为着要将伊交付伫你的手，亲像今仔日一样。耶和华甲我讲，看啦。对即日起，我要将西宏甲伊的地交付你的面前，你担着得着伊的罪孽。迄时，西宏甲伊的众百姓出来，对着以咱交战伫雅扎。耶和华咱的上帝将伊交付咱，咱就拍死伊甲伊的囝。以及伊的众百姓，当迄时，咱出伊拢总的城，照袂有人下去的城，连妇人人甲囡仔无留一个，独独精生甲所抢来的赃物，讲出来家己路用，对阿伦山谷的。以及山谷中的城，到伫基列，无一个城坚固，互咱处伊无着。因为耶和华咱的上帝拢交付咱，只有阿门人的地、亚伯江边的地、甲山地遐的城，甲耶和华咱的上帝所禁咱去的地。你拢无瓜分伊。下面请唐牧师来正道，题目是甲人同工的上帝。兄弟大家平安，愿上帝平安常常甲恁三个伫地。咱三个同心来祈祷，主，阮感谢你，搁一摆安静阮的心来到你的面前，要对你的话三个实。做开你的话，伫阮的生活甲生命中，诚侪最大的福分，最大的养分，诚侪阮通倚靠，更加明白你的一个基本原则，互阮会当伫新的一年，透过你的话，诚侪阮最大的帮助。但是阮要对你的话，三个是大声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现在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因为去年2025年，互咱庆祝设教40周年的庆典，
特别咱伫遮也送别咱所敬听的乐祝长老，搁较有领新的传道牧师，就是杨碧伟牧师，伫咱的中间，准备传承一个新的时代。感谢上帝，2026年的开始，新安讲查经的内容安排来读这个生命记，牧师认为非常有意义。因为生命记，伊有一个名就是第二律法，意思讲第二摆成熟律法。因为姊妹，上帝帮助以色列人脱离做奴才奴隶的身份，带领因来离开埃及做奴才的地，是要互因活得啦，那像一个真真正正的人，最受尊重。有人有人性的尊严，以及有人格自由的人，总以这批价值人的这个200个400几年的以色列人，早已经习惯看人的面色，伫遐过日子，根本就毋知影做人真正的尊严甲价值是啥物，所以为着要帮助伊脱去这个做奴才奴隶的性质。活出人宝贵的价值，上帝伫西奈山颁发这个律法，兄姊妹，上帝的10条诫，就通过这样的什么拢会当做，什么拢袂当做的命令，帮助咱活出一个真正的人，一个真正有尊严、有价值、有意义的人。总是一句话讲：江山易改安那，本性难移。要改变旧的生活习惯、甲思想模式，实在是非常的无简单。以色列人来到这个西奈山，对西奈山甲约旦河的东岸，咱知影原本是偌久的时间？圣经有写讲几工？11天的行程，因却伫旷野漂流偌久，你敢知？将近40年，差不多39年外，39年左右。因伫遐还是我靠上帝供应，信赖上帝带领。当初是西奈山的领受律法的20岁以上的成年人，除了约书亚甲加勒2个人以外，全部拢死伫旷野内面。新的一代以色列人起来，所以因对这个律法也无真清楚，因此摩西有必要搁再一摆伊重新。上帝颁布这律法的意义，所以生命记的意思，对第2摆成熟律法。按照惯例，牧师要伫遮小我来简介，看看咱兄弟姊妹会当读得更加顺吼。伫这个生命记，咱知影生命记是摩西5经中间最后一卷。大家还佫会记得摩西5经是啥物的无？出对啥物？创世纪，佫来咧，出埃及、利未记。民数记来就是生命记这5本，一般圣人才认为摩西5经的作者本身是摩西哈。总以生命记第34章已经写着摩西已经再见啊，已经过往啊。伊是独立的一段，文笔并无连接33章最后的一节，所以伫遮通认定是后壁的人吼，就是伊的后代所写的。多数解经家认为是摩西的接班人约书亚伊甲加起来，所以伫遮写作的地点是伫约旦河东的摩押平原。所以伫这个申命记第1章第2节有讲，对何烈山经过西尼山的路，到伫加底斯巴尼亚有11日的路站。兄弟姊妹，你看原本是安那？只要11天的路程，因去用40年将近40年的时间才行到，所以伫遮无顺服的代价是何等的可怕。对遮人知影遵行上帝的旨意，才是人生上水的生活。总是人会做白工，上帝袂做白工。正像罗马人书8章28节所讲，果咱知万案事三角来，互听上帝人得到利益。伫照伊所定着的旨意来受调的，
所以伫这旷野40年的时间，伫遐来磨练教导因，明白上帝是怎样的一位上帝。因伫遐来清楚，上帝乃是永远活的上帝，也是羊群的大牧者。上帝也教导百姓，明白咱家己人是败坏的犯罪，佮背逆，佮真后骄疑，毋信上帝的人。所以上帝将这律法赐予这背逆的百姓，可以会知影应该如何伫遮来敬畏上帝，怎样甲人相处。亲爱兄弟姊妹，伫咱人生所行过的路程，虽然真长，有时佫辛苦，可能有时咱也经历过这个痛苦、失望甲艰难。所以，请你会记，上帝不但要互你存活伫这个世间来生活，已经甲爱你，通过这个代志了后来侍奉、学习，佫较亲近伊，明白伊，通过甲上帝直接甲伊同工，活出做人真正的价值甲意义。所以咱知影今仔日咱要举行这个团契会长的就任式，所以咱求上帝帮助咱，通过服侍，互咱的性命价值，毋只是停留伫地面上短暂的这个物质享受的展示，更加是连接到永远。在迄个永远袂朽烂的国度，咱伫遐有做好准备无？伫申命记第1章30清楚记载，伫第40年11月初1日，摩西照耶和华一切所命令以下，拢甲以色列人讲。可见申命记的写作时间是对以色列人出埃及第40年的11月初1开始记载。直到这个摩西一定这个尼泊山观看迦南地了后别世，咱会当参考34章1到50为止。写作的时间前后差不多1个月，1个多月。地点呢，就伫这个摩押平原。伫这个所在，摩西已经预知家己将军要离开这个世间，伫生命最后的时刻。摩西通过伊40年的人生经验，这段历史教示，温群劝勉，也是勉励第二代以色列百姓，毋通忘记咧上帝的拯救、怜悯、恩典。伊也将上帝爱因所遵守的诫命甲典章，搁再一摆伫遐来讲一遍，将遵行诫命会得到福气，无遵守的将会受到咒诅。详细原因来讲明，搁再一摆，甲百姓伫遐来立约，伫来因会当记出错误的教示、教训，勇敢的迈向加倍蒙恩得福，加倍蒙恩得福的人生。兄弟姊妹，生命记最重要的价值就是什么？就是温故而知新摩西上台先回顾伫这个旷野漂流40年的简要历史，互因知影上帝伫这个顶辈人上帝互这个顶辈人死伫这个旷野，乃是因为这个人活伫什么？埋怨、放毒、背叛上帝中间。兄弟姊妹，咱只来回顾2025年，咱只爱思想咱家己，是毋是有甲这个以色列人同款？一拄着无顺心、不如意的代志，咱就不断伫遐埋怨咧。咱思想看觅埋怨，敢有啥物路用呢？只是互你心中的这个苦毒，迄个根不断伫遐生出，总是用放毒、背叛上帝行为、行达会出现，最后就是得袂到上帝的祝福。所以伫新的一年2026年已经来到，这上帝搁再一摆互咱机会，所以咱来记出这个教示甲境界，它是用感恩的心来面对生活的困境。用坚定的信心来倚靠上帝，相信家己是上帝看做宝贵的儿女，
相信上帝伫咱的心上有奇妙的恩典，以及大权能的作为。总是咱也必须要谨慎遵守上帝的律法，才会当享受上帝所要应允、所要赏赐予咱的迦南美地丰盛甲美好。所以求上帝帮助咱，伫这个新的一年，一定要存感恩的心，勇敢跟对上帝带领，向前来迈进。相信必定会得到上帝为着咱所准备水果好的基业，甲丰盛的福乐。亲爱的姊妹，新的一年，请问你敢有对上帝来的意向呢？伫下要来指引你头前的道路嘛？如果咱若对头前的应该要行的路，你若无一个方向甲目标，就会若像以色列人，因行伫即个旷野，毋知影何去何从，对未来无底的压力，将会成做咱上沉重的负担。总是毋免惊，毋免过头的担忧。咱都要相信咱的上帝，只有信心是开启上帝丰盛应允的锁匙。过去上帝如何会祝福伫咱，新的一年伊也同款要加倍的祝福伫咱。这上帝永远袂改变的，伊早就已经准备好。总是咱有偌侪信心，会当支取偌侪的恩典。前一些人因为毋信，本来只干那11天的路程，因却伫旷野洗38年、39年，最少的痛苦白白受啊！今日偌侪人也伫遐继续痛苦的经历咧。咱难道学袂晓历史的教示吗？但愿咱拍开心眼，真正看见信心是蒙福的道路，还是出路？当咱对上帝有信心，相信上帝要帮咱，伫搁较艰难、困难的路，咱也会当伫遐行过。今日咱所读的这段圣经的经文，《申命记》2章对40到37节，是摩西回国，征服阿摩尼人希实本王西宏的事件。其实片土地原本是以色列人所为定要去征服的所在，因只干想要要经过那定，所以上来先摩西派和平的使者去见希实本王西宏，谦卑的请求容允因通过伊的地，因只干行大路，袂去搅了着伊的百姓，并且愿意付出合理的代价来支付使用一切所需要的物。所以这款的请求，毋敢若比一口拒绝骄傲的西方王更加带领军队伫遐来攻打以色列。结果咧，却被摩西伫遐来消灭。兄弟姊妹，新的一年的开始，求上帝赏赐予咱有智慧的心，甲人会当和睦相处。有一句话讲互别人方便，就是就是互家己方便。所以咱毋通只干看到眼前的利益，只干想到家己的权益，无想到会当先互别人方便。虽然这个方便有可能只干什么举手之劳比如讲报一下路啦讲帮衬一点小可代志举手之劳。但是这个骄傲的西方王不但唔肯借路给以色列人，更加主动挑起竞争，结果咧反倒被消灭。这摆竞争是以色列展开征服迦南地以前的这个什么的这个序幕这是一个拄开始的竞争。所以这以色列人得胜的消息传遍到迦南全地，和周边国家一直感觉着惊。正如摩西伫申命记2章24节、25节所讲的，他恁就起来，起身过亚伦的山谷看，我已经将阿摩利人希实本王西宏甲伊的地交伫你的手头。
你着起手得到伊的地，去甲伊交战。对今仔日起，我要互天下万百姓听见你的名声，会惊恁、论恁，佮因为你袅袅喘痛苦。所以，这个征服这个希本王西方的事件，表达了这个事实。正像撒迦利亚书4章60所讲的，毋是用关系，毋是用能力，就是用我的神。这是万军的耶和华所讲的。兄弟姊妹，上帝啊为咱治罪的抵挡咱的。新的一年开始，你有累积家己的实力，这是非常的重要。备办好家己是非常的重要。更加重要的，就是要谦卑倚靠上帝的心志。上帝会予你好的机会，也会予你驱赶你的对敌，互遐个俗世官兵看见上帝甲伊的百姓的同在，伊就生出即个惊吓的心，毋敢刻意伫遐刁难对付。亲爱兄弟姊妹，新的一年已经开始，所以咱无法度预料头前的路会拄着什么代志。为咱会当把握的是，咱的上帝是要陪伴咱同齐行，伊是甲人同工的上帝，必定要帮助咱得到伊所应允丰盛富裕的祝福。总是咱也必须勇敢去争取，毋是讲等待天会当落落来。天掉下什么馅饼礼物？毋是安尼吼，咱家己会努力备办拍拼。伫申命记2章31节安尼讲，耶和华甲我讲，看对这点起，我要将西方甲伊的地交付伫你的面前，你得到伊的地作业。兄弟姊妹，圣经中常常教导咱爱听候上帝，总是这个真理袂当想过偏一面，毋通偏一面尔。这个时阵，咱的担忧、烦恼，上帝恩典，总是常常咱的生活中的这个烦恼啦，是因为家己有时心伤急。咱最近一个姊妹因为心急一个无拄哦，最近已经一段时间啦结果踏着电线跋倒，2年袂行路，迄个伤急所以有时咱袂当心急还是讲鲁莽还是着急真急切讲，毋茫讲祈祷紧紧的当得到应允啦，无想要用一寡时间最好准备家己咱想要甲上帝同行，去感觉上帝行得真慢。我甲咱讲，这种是咱的失败。若袂当耐心听候上帝，咱就变做安尼生。所以圣经也有另外一方面的真理，对上帝伫遐咧听候咱。可惜咱总是耽误上帝，真侪时阵咱无得到上帝已经为咱备办好的这个祝福。就是因为咱无去接受，咱伫遐丢毒无决定一句讲瞻前什么顾后，想东想西，头壳想多，等下机会拢过去机会拢走去才想要去摕，结果就来不及。兄弟姊妹，有真侪时阵，咱应该伫遐安静听候；有真侪时阵，咱应该勇敢向前。什么时该听候，什么时该行动，向前行动。这两难之间的智慧，是要有面对的洞察力。爱起来，圣经中有真多应允，拢是带有条件的。伫咱这方面，必须要先遵行上帝要求，然后才是上帝才会互伊的应允伫遐来实现。所以，咱必须会晓顺服的心，而且甲上帝同工。当咱开始顺服的时阵，上帝就要开始祝福伫咱。所以，亲爱兄弟姊妹，信心是一支的什么锁匙？一支
开入应允之地的门的锁匙。这个锁匙是伫咱家己的手中。咱若无行进迄个门，用手中的锁匙去开门的话，门就决断啊，袂自动迄个开启。你用自动门，你若讲爱用目睭，还是用手痕对吧？是毋爱去touch字，伊才会开。同款，这是现代科技。祈求上帝帮助咱2026年，对咱来讲，有可能是一个艰难的一年。为什么？因为国际经济、政治、社会各方面拢有震荡，总是咱袂当停留伫抗压，咱得凭着信心，跟对上帝脚步，就是迄唯一的保护者，伫咱的身躯边帮助咱，替咱伫遐来征战，靠着伊，咱必定得胜搁有存。如果咱伫遐丢毒、软呢，一直伫遐空等，就反倒会被对敌伫遐甲咱吞食。这样的姊妹，咱一定要相信上帝，伊是要交赐福互咱。咱就应该有勇敢的信心去接受、去领受。就像圣经所讲的，耶和华对我讲：“对直接起，我要将西方甲伊的地交付伫你的面前，你就得到伊的地作业。”申命记2章31节。这样的姊妹，伫这个新的一年、新的道路，是咱也袂捌行过的路。你所要领受的积分甲责任，检采也会有新的挑战。这免惊，也免过头担忧。咱的上帝是有恩典、有怜悯的上帝。生命中就是你会遭受到管教，也是为着要造就你，提升咱的素质，避免咱承受将要得到的应允，进入这个老年甲密的地。有真侪时阵，咱知影人生的挫折甲失败，是因为自我太强，爱民主、爱挺强，唔肯将生命主权交付伫主上帝手中，咱唔肯顺服上帝权柄。总以做为什么？咱有真侪为什么满腹的谣言，我都用单纯的心，伫遐来顺服上帝的话。总是经过40年的漂流，以色列人渐渐了解到，有上帝的同在，才是真正的祝福。遐只要共款的一件事，对你遐丢毒无决定的人是管教；总是对遐坚信仰望上帝的人，却是造就甲祝福。上帝常常借着环境来试验人，迄当伫试验中靠主得胜的人，实在是真正有福气的人。伊的灵命要日日伫遐勇壮起来，这是恩典的吸引，更加也是信心的激励。今日咱这个蒙主保护所赎回，更加是活伫这个恩典中。所以伫罗马书8章30节安尼讲：上帝既然无惜家己的囝为着咱众人献医，兼无煞将万民白白互咱嘛？愿基督的听激励伫咱，伫这新的一年，靠着迄加互咱气力的，咱凡事拢会当做。确实，上帝若帮助咱，治罪会抵挡咱的。伫新的一年，咱的上帝毋单单要甲咱讲话，伊丰盛的恩典更加要加倍放伫咱的心上，而咱呢，要亲身经历伊的大权能，必须会亲像以色列人共一样，勇敢起来征战。伫甲希实本王西方征战，上帝伫遐宣告讲：对今仔日起，我要予天下万百姓听见你的名声会惊你、论你，佮因为你嗷嗷喘痛苦。这个宣告对一个伫旷野漂流40年的百姓来讲，是天大地大的事，因为凭着家己绝对无可能办得到的，总是伫上帝敢无恶得正的事嘛？所以当咱勇敢
起来征战的时，就经历着毋是家己，乃是上帝为着咱伫遐来征战。有上帝的同在，对更较悬的城、更较困难的山，也拢会当征服。新的一年，愿咱同齐来经历，甲人同工的上帝伊奇妙的作为，咱必定会当丰丰富富领受上帝的应允。伊的恩典甲祝福，也要远超过咱所求所想的。愿上帝祝福咱每一位，会当常常甲上帝同工，也互上帝当甲咱同工，会当抓了上帝，成做咱最大的帮助。咱三同心来祈祷。主我的上帝，我感谢你，我一摆对你的话伫遮三下信，对你的话来看见，上帝怎样应允、保守甲祝福，特别伫当时以色列人，可以更加明白过去因的欠缺甲无够，因的罪甲困点，拢是因本身所造成的。当伊反省悔改，当伊军队超罪，当伊谦卑学习的时，因要得到上帝更加大的祝福，因为上帝是甲人同工的上帝。主可能也保守阮新的一年，无论阮的中同工服侍者，也是阮的兄弟姊妹，当然咱经历着甲人同工的上帝，无论伫阮的家庭、阮的工作、阮的生活，还是阮的学业，以及阮所行所做，拢有上帝成做阮最大的帮助。祝满满伫阮每一位的心上，主阮将这一切恭敬交托，可以经过阮，帮助阮，赐阮。阮的祈祷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